中共新班子揭盅，習近平接任總書記，7個新任政治局常委之中，邊個會主管港澳事務，備受各界關注。雖然習近平要等到明年3月人大會議先至正式接替胡錦濤出任國家主席，不過按照中共嘅慣例，習近平接任總書記之後，將會立即接掌中央外事同埋對台領導小組組長，並且卸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一職。目前本港各界都高度關注，其餘6個政治常委之中，邊個會接手掌管港澳事務。不過現時嘅政治局常委排名並冇清楚列明各人未來喺國家職務上邊嘅分工，但有嚟自北京嘅消息就話，同港澳地區深有淵源嘅張高麗呼聲最高，亦都係接任港澳協調小組組長嘅理想人選。張高麗曾經做過深圳市委書記，親自處理過深廣事務，佢個女亦都已經嫁俾本港嘅福建籍富商嘅仔，而張高麗更加對曾經住喺深圳、習近平已故嘅爸爸習仲勳照顧有加，因此深得習近平嘅信任，所以張高麗比外界睇高一線。至於另一個被視為熱門人選嘅係一直負責意識形態工作嘅劉雲山，因為佢大有機會擔任國家副主席，而副主席一般都會兼管港澳事務。不過分析就認為劉雲山缺乏港澳事務嘅經驗，優勢始終都唔及張高麗。但有知情人士就分析，由於中央重視香港嘅事務，無論最後邊個接任，相信習近平仍然會親自主導港澳工作一段時間。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就認為張高麗熟悉港澳事務，做事比較有親和力，係適當嘅人選。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